当看山来看到新竹，这新竹县的尖石含雾峰部分的这个车路，因为山区落大雨，这车路拢有一寡积水，有几站路呢是暂时袂通，一直到中昼了后才恢复单线通行。乡公所也针对较危险的所在进行强制性撤离。雨水一直对山顶流落来，警员赶紧封路，禁止车辆通过入去山区。新竹县尖石往秀兰方向的道路，有不少所在拢传出崩塌，也是路树倒去的灾情。其中秀兰大桥桥面嘛出现大量的土石。尖石乡太钢与景路路口落实无法通行，竹60线多处积水，石垒道路6公里处以及竹60线35公里处坍方，以及多处路树倒塌等灾情。除了封路以外，尖石以及五峰地区也伫早起6点，针对住伫警戒区域的民众进行强制性撤离，安排到安全的所在，避免人员发生危险。秀兰一峰在早上的6点多就已经强制撤离各浅市区的人员的住户，陆续撤离的13个乡内13个收容所呢，目前大概有50个民众已经撤离到我们的收容所。风台大风大雨，若伫山区造成灾情，伫新竹市区的部分，透早是有电火条挡袂牢风台的强风，而且对中央断去，台电赶紧派人到现场处理，好佳在无人受伤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